观众朋友，今日个好莫翻书看福喜来的，我阿明哥刘浩明。今日福喜来的，我有请伊的最有名，同时嘛还几特别的朋友来到我现场，也是唱移民先生，伊是一个好老人，但是伊有我的那南西安，还有海陆强的中国去认证，同时伊嘛会用我的那台湾出的花，还有我的陆凯出的花来做日常的对话。我哋马上翻嚟今日來賓，我哋嘅昌先生，大家欣賞，昌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沙寶，我推動台灣國中嘅先生昌移民。今日佢發現我哋移民先生來到現場，因為從頭到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到講，你即個係一個好老人，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紹介一下講，你係哪邊嘅人啊？我喺屏東林邊嘅好老人，安尼。咁當初呢，我想我開始學客家。從開始到推動嘅時節，推動一個地方本來就改到足權，我都推動以後，我為沙期台學，開始學嘅。嗰種時就講，唔是錢啊，按好行嘅事情，用做嚟不用講，就開始提沙期台學，其實就係嗰種時嘅阿婆嘛，從開始3-4年，學到背面，單純係嘅人，就講阿婆安尼講故事安尼，唔判定咧，假使講無戲嘅，就阿婆嘅人坐喺90地段，就安尼批定阿婆開一個學客話，一學就19年咧，到今家咧。等於講安尼講，一般來講啊，能夠當然會人強人會講客話嘅吼，我老妹講阿婆土胎吼。伊都講希望唔中啊，就話是阿婆土胎，因為阿婆嗱曉得講客話，而唔會講方言。嗰所以同孫嘅講法是全部講客話，嗰個孫嘅嘛會全部一齊講客話。嗰所人哋是講人呢啲客話是，伊種講伊啲客話學是要立場啊，都嘛講係阿婆土胎啊。嘛做地安尼講啊，就講批判一個過程正經嚟就會講客話，唔係去學起來係批判一個阿婆嘅老人家，無所謂阿婆本來嘅客話，正經唔係做地安尼講。但是問題係佢特別嚟講，因為佢當然睇沙期太學時學幾多嘛，學寫題詩啊，學唱歌㗎啦，做乜佢唔會特別對語言一件事情有興趣咯？我本身就係講對語言有興趣嘅人，係多推動之前，我就曉講英文又講日本話我生活嘅環境吼，從林邊其實甲標種嘅性別同家東咩。我從細時節有聽到人講客話，就講乜嘅話我係聽唔識。求學嘅過程地都班上嘅同學，客人啊唔會少，一路以來都到左邊吼，都見到客人啊，種人咧語言話我安全，唔過我實唔曉講，聽唔識。如果也係機會有人教我，就講我本要學起來，就安尼一個開始一個過程。但是可以看出唔係啲個用心嘅人啦，因為有啲人會認為講，我係行人好老人，我哋本來都冇教養嘅人，但是唔會認為講，唔係好老人，我係行人，唔會感覺到講，客話幾神奇，嗰種唔會入去花時間去學習一啲，你即個本地唔愛，但是唔過有心思嘅語言。但是我想問一下講，因為好多唔同嘅阿婆學嘅19年嘛，咁人家幾時喺中國去認真，起碼是要考嘅。學客話都真正去考中國嘅差唔多要經過6-7年嘅時間。從開始其實學到嗰識字啊，你先生你見講你學落強暗瘡我到客莊同人講客話時你學落原來咧堂就唔係正版嘅客話，就唔會同人講下。就係你學到差唔多4-5年過後嘅強調，學落人嘅強調差唔多冇咧，到客莊開始講客話，你就唔會話到學落人，就會出家同人講下，就開始有自信咧。就到幾時間就想講我挑戰一下中國籍。先生本來就該鼓勵我哋透過考試去加強，也講去練習這個客話。觀眾朋友聽到一篇，我發現到其實我哋移民先生嘅客話吼，唔單止講係算是幾正版啊，幾正嘅客話，而係客話地步話有幾特殊嘅一種用法，都講算是我哋過早期嘅人會用嘅
伊讲算是一个勇士，因为其实我年强的行业学多学法，因为也都算是我哋咧相对学法，但是喺厂线上嘅学法地方，我发现到讲，伊都有嗰多勇士地方，算是我哋嗰古早以前啊，嗰老一批嘅会用嘅学法，可能都因为阿婆教人嘅关系哦。错，阿婆伊嘅环境其实就会讲吼，路顶嗰度嘅路条板人咧，个人讲嘅日本话嘛好啦，因为现代嘅勇士阿婆其实就用路条板嘅方法来表达来教眼咧。冇错，因为有一摆行啊讲有偏曲，嘿，结果其他声音咧讲，乜可能有偏曲？有偏曲，我就想讲啊，嗰都時代的眼淚啊，錯冇錯就係。因為其他聲音都講搖曲嘅，對，而啲地方咧搖偏曲，哦，嗰時我都發現到其實平平喺客法，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出講一啲時代性嘅時就用嘅法，但是因為其實我哋提講中國級地方嗬，有當然會靠到中級，冇辦法靠到國級，中國級嘅關係，係專門係睇咩啊？看圖說故事，看圖講故事，冇到最乜嘅對話時間講唔出來。因為一部分我靠講唔係咪可以，佢流利嘅用客話來聽人講話，講一啲順面嘅事情。佢當時對話一部分，咪係同阿婆教係咪？對話一部分基本上，除開始學客話時間，有一般會落定方言來講。學到差唔多4、5年以後，上課就完全都講下。基本上講起學客話。其實唔當講嚇，嚟你講較像皮定阿婆大追股，每禮拜一個時間，嚟就土定阿婆，像阿婆同孫啊呢，就買條東西啦，你像是大追股馬克都講，而家講股本愛談，其實講起講下話，其實較像嚟講批判一個老人家。對我嚟講，這是新時代阿婆出台呢。但是我感覺嗰啲邊講，因為後來即係嘛要靠上啊，等海陸強嘅中國去嘛嗬。我開始我要學海陸強。學海陸強而家嘅開始人員就講係開始係學教客話，學教客話時間係就教係本身該宿舍該地嘅私隱強咩學生係故意學下講就講。家中嘛冇反應咧，講乜計啦？我冇下就冇講，你一種強調你線上搞係咩啊？冇下講計本家中打擊到講，家中啲人講係搞一翻唔係幾冇下強調。家中學教育拜同係報名全國語文競賽，你喺下以前你出嚟講，我喺報名係4N強男4N強，結果報名出嚟結果報唔錯嘅。都海陸強啊！在快艇啊，用3、4張嘢以後，我就會參加全國賽嘅，用個3張嗬，就硬是表面嘅咧嗬，硬學起來。唔同報名唔係咪熟以前，係咪故意嘅咯？可能上下咧出境外嗬，必定外嘅嗬，前啲咧逼出來。還是伊嘛佢想講，我希望唔可以咧海陸強嘅辦，嗰時我都改書。幫我哋喺廠市上送一學海陸強，我哋喺幫我哋攞海陸強嘅行業班咧。可能對人咧好多人嚟講嗬，嘛嘅強都強用啦，為他就過誒，唔知用到強就差很多啊咧。咁幾時前即係報名嘅，後邊能用嘅比賽咯。嗰3、4張嘢嗬，我市場嗬完全都聽誒講下廣播電台嘅海陸強，我就隨選隨聽，一聽到海陸強嘅，歲末嘅時間完全都聽海陸強歲末。你上神法地圖嘅他架電視台打開，談到4N強嘅佢檢踢，同我同事奇怪咧，之前同我講4N強，檢緊用嘅拗成海陸強，拜託，整件都考試誒，不該後先海陸強來講，冇該就快睇咧，咁樣3、4張嘢就。唔係講咩冇好啦，唔過係嗰啲蝙蝠即係要嘅勇氣啊咧，騎上去同一個海陸強講起來咧，真是冇簡單嗬。同時唔知應該唔當初邊度海陸強冇伴4N強去，可能講去炒到嗬，冇去夾到我哋4N強嗰時唔等於，其實就是完全係一個單純嘅海陸強。但是從頭到尾講呀，那海陸強可能初級嗬還可以嗬，反正我哋都叫啊下嘛。中國級其實都冇簡單，嗰時其實人為非法練習係同埋學嘅咯。
北方嘅人有人係北部嘅人嘛，因大體方來講哦，都講海陸同西安兩種都曉得談。啊，我確定講啊，對方係曉得談海陸強嘅，我就會盡量完全就用海陸強同佢講。雖然嘢 N I N C N 強，唔過唔怕。北部嘅人大體來講，兩種強調都曉講。還有係睇國師太特殊嘅時節，漢語學分班啊，有一般嘅先生就會講海陸強嘅，啊，係幾時節佢就知道哦，先生安尼同我加來，我就等一記，安尼讀海陸強本兒堂，啊就講長先生你係讀唔錯咧，那容易讀哦，哦，那讀錄音啊要本兒講安尼一記一記，慢慢同我嘅海陸強安尼，開創嘅有嘅用嘅安尼啦，嘿。我相信唔單止有係用嘅啦，其實是感覺到講句好，但是有時就學我哋常常我講南部同北部嘅，唔單止講我哋嘅客話可能冇共樣啦，比如南西安、北西安，雖然講係西安話，但是我哋用詞嘅部分其實都冇到相同。佢其實真好，我哋呢算是海陸強嘅時節，有安尼問題冇？有，古說我嘅書記吼就筆記嘛吼，我寫過清楚，有啲南部嘅講法，有啲北部嘅講法。古說我更加講北西安也講唔出來，因為北西安同南西安會互相影響到，我就盡量唔好去講北西安，講到北部人嘅講法就完全就照海陸強嘅講法來講啊，所以應該唔係講東河式，我就東河式啊，該河式，我就兩種強調完全條線把你改清楚，咱唔會搬入嘅北西安來攞到我嘅南西安嘅西安話啦。但是像這個學到按到無強，比如講我哋南西安嘛好，我哋呢北部嘅海陸強嘛好，啊對客家文化一部分，我不用講認識客家文化。像我哋南部嘅客話地度吼，我哋南部人怎有嘅講法啊？啊嘅是啲東西啊，北路人冇嘅咩？啊像講北部人人講嘅結種，南部人就唔掂乜嘅係結種，南部冇了解東西咩嗬？故所吼，我就對學校會地圖就地講南部同北部嘅老北部嘅客會嗬，其實冇相通啦，冇做得同一個客話地圖來認識到我哋台灣客家文化嘅多樣性。嗰其實對一啲語言學習來講嘅話，認識一啲語言唔單止學講係學一啲語言，而係可以對下學一啲語言地位去了解一啲無強嘅文化。休息下我喺台灣同埋嗰度嗰啲係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台東嘅蔡依明先生同我哋分享講，以這個學客話嘅過程。我想問下蔡先生，因為頭都有講過講，你後來有睇台灣國中有一啲客語班嘛嗬？我幾神奇都講，因為台灣國中談風落去一啲原住民嘅一啲部落啊，幾篇有幾多客人啊？我哋台灣國中基本上7成係原住民，有3成係荷蘭人。不過，我從開始慢唔啲講，台東太馬里嘅地方有客人，我背面人啲講，口香蘭入嘅種條有幾多嘅為西部曬過來嘅客家人，我要考到中國級嘅，我就同學校講，已經人阿媽教，主動嘅同學校申請講，本來教嘛，你就問一下有學生嘅要學客話冇，所以一問就有呢，接下來嘅一多年就開始就按呢開始教客話嘅，教到都冇學生嘅藝人冇教嘅呢。嗰時嘅口香蘭地位其實算是幾多人西部曬過去啊，所謂嘅客家先民。咁你幾時就開始講學客話時節，人學生嘅地位大部分都係人算是客家嘅後代，還是講由原住民嚟學客話呀？其實對客家嘅後代主要來講啦，嘛要攞到原住民嘅，就係講冇完全講廿個兩個人都係客家人冇，大部分都係阿公、一阿婆、一阿爸，唔過人都要客家認同，一阿公就堅持講，雖然屋下講河洛話，唔過嗌你客家人咯，你學教育概括，你要學客話。就係你堅持下來，你學生嘅人講雖然你唔曉講嘅，阿爸阿媽曉談唔曉講，唔過屋下係要嘅客家嘅認同同堅持。其實按你睇可能幾感動啊！嗬，因為等於講
从阿公嘅角度來講嘅話，伊是我哋講神法逼迫啊，哦，真是反正神法裡邊冇人講，冇得講幾少人講啊，真是冇辦法。但是更加連學校都在教嘅，你一定要講，因為我哋本來都講客家客家人。嗰所以其實按你好好來，其實對我哋客家人來講嘅話，雖然講其實幾多啊，那個隱性的客家人，好冇得講我哋客大嘅客家人，而且個意見唔可以講客話嘅，但是其實可能睇呢啲裝批地方，伊就話因為講家中更加還有忌諱嘅話，唔得還是可以學客話。但是廣東話同前面嘅天嘅重點嚟講，因為普通人講唔知個係好多人會講客話，但是更加冇會用魯快速，還有排灣速嚟做對話。做嘛我想去學原住民嘅話咯。原住民嘅話就講大部分嘅家長吼，也講原來阿公阿婆係原住民啊。20年前我到台東嘅時節，學生嘅夫婦也講阿公阿婆唔曉講過年嘅人，啊又唔會笑啦，啊我就到家福下時節，就想講啊，用阿生嘅咧，上改上嘅童年交通嘅咧講法，啊我又唔曉講原住民嘅話，我能要。除開始有嘅，學吃學看咧，看人嘅話，我咁學起來啊咧。那幾時學我哋原住民話時，要讀到困難。其實學原住民嘅話嘅過程哦，比客話嚟講哦，時間係2批。哦，時間2批啊！學客話真件為除開始學到完全曉講嘅大嘴鼓、大雕絲，差唔多4-5年嘅時間。唔過排灣族嘅話，我係差唔多10年嘅時間。啊，其實就冇教材廠客話有嘅客語費有引入嘅書，我就照定先生嘛有幾多客話教材本嚟讀，啊有嘅拼音要統一嚟嚇。唔過20年前原住民嘅話冇，我除開始安尼建堂啊用個波波麼麼，又佢自家發明嘅英文嘅拼音安尼，哦硬抄起來安尼，啊我自家寫筆記有嘅時間我自家又吐唔出來，啊後來19年咧。除開始5年完全就，我就冇法度大嘴鼓啊！就嗰時之講，我學按多年嚟都學起來，因為原住民嘅話按難學咯。到第10年哦，嚟能開始去發現講原住民嘅語法規則，吼啊，同時名詞按你用嘅標啊，原來係話哦做得按你講，做得大嘴鼓已經係學嘅10年以後嘅事情了。哦，嗰種花10年嘅時間，然後對開始嘅單詞開始簡單嘅對話，然後呢都開始這個了解到這個文化，佢用嘅一個結構很用嘅，那開始係咪對第10年了解以後，後續開始學到個腳嘅？錯，10年以後過後，我就做啲大嘴鼓，用大嘴鼓嘅過程地度，嗰唱就冇睇學習嘅，用大嘴鼓來彈啊，你就啊也係講法嚟就記下來。就嗰種客話強用嚟學到背面，其實講起學客話，其實唔當講係我用客話嚟學習嘅，我過個10年後就用原住民嘅話嚟學習人嘅文化同人嘅人嘅世界。但是也別話有天然問題，唔幾時在咧東排灣，從魯凱族係強客學還是分開學？除開始係學排灣族嘅話，學咗10年以後，我能啲原來同教我講排灣族嘅話，竟然唔係排灣族嘅人，大部分都係魯凱族嘅人。係咯，錯講咧，因為我去到雅福下，人福下人唔係講排灣族嘅話，你講魯凱族嘅話，我啊原來我身旁按多講排灣族嘅排灣族話嘅魯凱族嘅人。所以你講吼，台東嘅金鳳鄉吼，就係人口差唔多有1成左右吼，係魯凱族嘅。唔過人哋民國52年駛到台東以後，因為同排灣族結婚，啊羅定強下大，故所人就改革就學嘅位，又嘅排灣族嘅話，聽落背吼。因為看起來嘛差唔多，講嘅話其實你就唔會啲嘅魯凱族嘅人，從外人漢人嘛強用嘛，聽落背講後來咧唔啲嘅漢人係。可是後來你發現到個人先生原來係魯凱族嘅人，嗰時候都同人先生個老師嗌學魯凱族。錯，就會按你過程就講，哇，人嘅發展人同排灣族都完全兩個世界呢，佢就講可能差唔多嘅，就想講結竟排灣族嘅話，係曉講嘅，係後生轉成嚟魯凱族嘅話嚟學看嘅，看唱咩唱，係咩唱，學了強啊你，改革1-2年就做嚟學起來。
咱强调摸一下。傲神安尼，路开出会发。结果呢？结果冇，哎，就开始只个开始哦，冲两个上的，让我一个哦，完全哦，就啊，因为查案多咯，哦，发现嘛冇强用文法嘅规则，嘛有失败侦查，啊就安尼学5年的时间。不过其实有排湾族法嘅基础吼，让去学路开族确脚啦。啊，不过就算咱嚟讲嘛，是5年的时间，让同样嘅路开族嘅法好起来。係，因為其實按你講好啦，你發現到講其實唔知係咪冇講唔知㗎啦。其實頭先有講到講，像屏東來講嘅話，我哋都有北部，學北部有路開嘛，嚇，然後北排灣、中排灣、南排灣。我哋迄其實以前我哋嘅算是沙期太好，我哋工作嘅時節，我哋啲人出面嘅現場，同人哋講，有時即係北中南嘅排灣族合放來。講法冇講唔同咧，像我喺排灣族個，但是伊哋講法雖然講文化強樣哦，但是伊哋用詞已經差過樣咧，吼有時冇愛想一下講啊，你講某東西，嗰時等於講，唔知佢幾時就開始學路開始嗰時就等於講我哋嗰度嘅東西嘅名嘅，你重新學，學算式，哦，然後同時又喺文化嗰度多少少冇強咯，嗰兩個唔可以上大嚇。啊，當然唔會本日嘅排灣族嘅法影響到，就像我之前學到強嘅時間，嘛要本西安強嘅音來做相同嘅，我從開始學路開族嘅法，因為我排灣族嘅法已經講得幾好嘅，啊我講路開族嘅法，時常嚟就心情上嘅講嘅法講唔出來，就會唔知啊，就拗神就排灣族，因為有排灣族嘅法，同路開族嘅法地度咯，就安尼。慢慢的加幾埋，完全做哋講路開族嘅法，已經係5年以後嘅事情咧。哦，安尼真是冇簡單，因為等於講，語言講，你這個英文啊，嗬，學好還是唔好啊，嗬，最簡單。唔冇我時就講某個法律啲，嗰種冇我時就，你講，譬如講搬到美國，你可是用英文嚟冇我時就，人家英文都學嘅最好。嗰時等於你講這個要求，依家我相信而家冇可大部分路係排灣族嘅法，冇你講路開族嘅法吧。兩種都有嘅，除非是講。媽，你想講正經就講一個語言，入去到藝人身體地度嘅吼，太努力度用一個語言嘅思考嘅時間，幫忙正經就會講一種話，係差唔多路開族2萬年啦，學到4、5年嘅開始幫忙又講到路開族嘅話，就確安心嘅講，啊，佢語言正經就係唔記得。冇錯，但是我想講，係咪也會原因，比如這個今日開始，我出也會飛本，也飛本嘅一啲。當初的想法係乜嘢？出入嘅飛本就係其實嘛記錄藝學路開族嘅法嘅過程，因為做哋同藝講路開族嘅法人，除了藝嘅中醫先生以外，就係講藝人人哋發講介護父母嘅老人家，同藝講人調擺曬過來嘅故事，學語言嘅過程，嘛哋同人講故咩？談哦冇簡單嘅，一個民國52年到今家，其實冇經過1多年。唔過，這故事點解聲音咧，人大部分都唔知嘅，人咧選嚟嘛，係點解教人咧選嚟講，有聽過人夫婦介我講下故事冇？冇，就想講，我實同佢記錄下來。嗰個談到一篇都提供，其實我哋嘅廠先生因為以學嘅人出面嘅話，嗰時基本有本繪本。有時下我下段節目，我哋嘅廠先生我同講，繪本嘅講埋嘅故事，同時應用嘅完成咧。有時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到節目來自我哋台東嘅蔡依明先生，同我分享講以學原住民話為過程。我就想問下蔡先生，因為偷偷聽我哋上一段節目嘅迷航時節，你就已經有講到講，當初做嘛我做下繪本，嗰下繪本本帶係一啲，算是一啲部落之間嘅故事，還是講一啲家族嘅故事咯？講係一個曬過來嘅路開族人嘅家族嘅故事。唔過一個家族其實係一個集合體。嗰度為屏東民國52年曬過來嘅路開族嘅家庭，
一幅安尼前赛都推动，人咧集体记忆人对个老人家就讲缅起来上到民国52年，人咧共同的回忆缅起来就会比屏东按辛苦来赛到推动的过程。係因為其實對原住民來講嘛，其實土地啊件事情係對人嘅文化來講係一個最重要嘅連接，因為人最多嘅文化係來自於幾塊土地。嗰時我哋從頭我講，譬如講我哋前一站咪有個風采，我哋把我哋原住民嘅部落嘅人落嘅啲經濟啲全部採起以後，曬到我哋嘅組合屋嘛，某永久屋嘛，其實嗰度其實就幾多文化嘅人士都講，原住民離開也會土地，也會文化都團結嘅。因為幾多嘅儀式、幾多嘅耕種、幾多全部同幾塊土地來對個鄉下生活啦。嗰時候文化都同幾塊原住民嘅土地係有關係嘅。嗰時前世嘅件事情對原住民來講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尤其係對我哋嘅西部、西到東部呢啲而家完全冇唔認識嘅地方。咁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大約講一下，一段前世嘅過程裏邊發生咗乜嘅事情咯？其實民國52年一個時間唔單止講嘅烏台鄉嘅盧凱族向平地來賽到一個過程，同一個同一個時間東部嘅阿米斯一個大量嘅平地原住民為東部賽到北部基隆也五江嘅過程，也未強則時間發生咧。佢說52年嘅時間咧，大部分外地所地嘅講，更加都市嘅原住民是為一個時間賽到都市嘅過程。佢說烏台鄉嘅盧凱族也受到一個平地嘅資金，雖然有特殊各種原因嘛人哋思考講係交通冇方便嘅烏台鄉，因為本身人哋有較好嘅生活，就想到台東嘅金鳳鄉一太馬里也好，話平地確權幾片嘛有排灣族嘅人，同樣嘅原住民雖然人嘅話同盧凱族冇相同，不過人規格就做得學會排灣族嘅話。故所對人來講嘅金鳳鄉也講台東嘅話平地嘅原住民部落係人選擇講最好嘅選擇嘛做得講嗰種有失敗宿舍又冇按上分嘅地方但是以真的賽過來嘅時間，一定嘅適應嘅情形樣嘅呀。除開是賽到台東嘅時間人其實方言唔會同啦，我就問一個介護母老人家。用嘅講法除開是講日本話，不過講日本話除開是幾年嘅時間，人規格就學會排灣族嘅話。佢說日本話係老人家人咧講嘅，雖然咧提台東太一講特殊嘅人同學完全都排灣族嘅，規格就學會排灣族嘅話。佢說有個過程就係講盧凱族同排灣族。融合嘅過程啦，互相學習嘅過程。好所台東嘅金鳳鄉特別金鳳鄉嘅文化歌曲裏度排灣族、羅定盧凱族係個最正常嘅事情因為其實想象來真的是時間唔係講貴做呢民國52年，其實52年嘅時間台灣都已經開始，日本人講所謂的經濟起飛，經濟嘅起飛嘅一個年紀，嗰時對我哋嘅西部嘅平原來講嘅話，其實從本年咧生活開始改善嘅，但是對於我哋東部人來講嘅話，我都想講其實話有一啲部落對我哋屏東我哋算是屏東高雄高級嘅盧凱族嘅部落地位，慢慢地賽到我哋金鳳鄉。開始有新的生活，但是也鋪飛本因為其實我哋地講也鋪飛本，大概一定講。嗰時當初做也鋪飛本嘅時間，係先有故事出來時，那開始畫圖係咪？錯，我先談到一個故事其實就個好奇嘅，想咧同一個故事記錄下來，用嘅方法一個用嚟表現講同老人家嘅故事記下來，其實最直接嘅就係飛本。飛本有個過程講，我先有故事，能有飛本。唔過真件講，我哋大家有時咩人嘛講，超強下出入個飛本嘅時間，有1-2年嘅時間，真件多人條白嘅路鋪落去，要行多一片檔其實咧上去冇路啦，完全就要到骨插本眼一講阿弟哋火柴，一講阿里一個路鋪落去，真件去記錄也係風景
用一个录像片啦，安尼酒店看啊，阮老人家演跳摆正经係咪安尼？啊，完全安尼阮清楚田野嘛，做改详细以后，让酒店眼连上嘅过程一种将一个图画出来。其实真的冇简单啦，因为其实如果冇风采，那规栋啊人的 Q 后茶啊旧好茶吧，其实冇简单。看当初挖下故事的时间，具体的问题啦，你喺这个喺满栋啊人的服务，谈讲有个故事以后写嘅，再规一本啊人的服务看下。冇还忙做一本书嘅之前哦，眼连就规划讲哦，为到挖出一个服务员哦，介我员咧，正经员咧。中生人的世界嘅画面，我就先過去Q 好茶嘛，古茶本案落鋪落啊，將人生人的世界嘅相片，我哋翕下來啊，同一個條擺錄相片啊，啊，酒店嘅本老人家人看，啊，完全都一種圖啊，太快，唔係講畫圖啦，相片啦，還有個草稿啦，太快畫出來本老人家看以後，真件係安尼。能開始畫圖。嗰時等於你講啊，把所有嘅資料幫啊人咧弄人家看一下以後，確定幾時就畫嘅冇個係安尼樣嘅，當初嘅山勢係安尼，山勢是這個樣子。因為有時畫人家講，哎呀，一路唔咩安尼屏東嘅山，一路唔台東嘅山，因為其實看有啲人看山都地講，你這個畫唔錯嘅。係嗰時其實真係攞為到一走到一定人來嘅樣嚟去畫，但是故事嘅本身。有經過幾多改變嗎？有故事嘅過程，其實畫圖出來以後，本一個普通嘅老人家也講從人來看以後，人還會再講其他故事，又繼續講故啊，我還有個時間乜嘢嘅樣嘅咯，啊冇啦，還個時間看見一個草稿錯呢個還蠻完成嘅圖，人就個大丟棄個完全條白事情，全部都面過來啊！我哋唱嘅畫圖嘅會者又嘛嗰用心嗰認真講，還有一個我又畫一批啊，仲發唔怕啊！啊，對人嚟講對人嚟講嘅嗰整幾嘅回憶嘛講，我就重發好所嘅圖老人家人大丟棄一擺，又嘛嘅新嘅想法，面對嘛嘅事情，我哋要修改，又嚟改我想問一下，到底一本書花幾多時間咯？所以畫圖嘅時間差不多就是3年lang哈。你講說有啲故事線出來嘅時間，你都聽到一故事線，你都開始會有幾多分叉，尤其有一條故事線一出來，就像同我講一樣，唔使確定嘅時間，你都發現到啊，它的分叉出現了。另外一個故事又走出來，另外一個故事走出來，嗰個時間唔用去做取捨，某個東西唔愛，某個東西愛。其實我年到背面差唔多一種圖差唔多改差唔多3-4擺以後，大家看一種圖，其實就基本上就有共識咧就講大概就會按嚟咧因為一種圖也乜本人看到3-4擺，人就講差唔多按嚟做得咧，就可以集圈人真件嘅經歷過嘅事情、經驗嘅事情差唔多改3-4擺以後，就確定以後，我年講就做一個完成嘅圖，確定嘅圖來出版。對，你講其實大部分嘅內容嘅意見，大家已經同意嘅，同時嘛，真係睇地方看到這個以前佢做起嘅成法。咁一本繪本出版以後，普羅嘅人有乜嘅反應啊？其實一本繪本出版以後我睇嘅送嘅禮物啦人家講盧凱聰會發講阿扯本阿扯本禮拜嘅道路老人就會講介我有冇一個老人家，人係睇嘅最想嘅分享嘅推薦咗人因為就算人可唔是一個藝術嘅創意嘛拼音，唔過人打開一書看到一個圖，人就心裡面感動，就講就會安尼，就唔是文字。但像看圖就種看到相片咁樣，人就嗰個心裡面感動，一個真件就係安尼呢，一個圖真件就係愛條擺經驗過嘅事情，就面對50年前嘅發生過嘅事情。因為其實一路係最感動嘅部分對看唔是詩人來講嘅話，有時就人看相片，唔能可以看到，譬如講有喺天氣翕嘅，但是地本冇愛。
好，地方冇我哋神法的用诶，但是譬如講你看以前部落嘅相片，哦，也免挨搞錯嘅，哦，同埋嗰種關係都冇。但是嘅飛本地方唔畫出來係幾時節，睇下人哋做農事嘅時節，好，睇下人係用細部嘅氣候嘅時節，地方有挨。好，地方有一定年嘅神法喺地方，嗰所以唔單止係一啲飛本，而其實係畫出嚟，我哋相片地方，相片冇翕到嘅年嘅神法。嗰所以我相信對一啲我哋咧睇藝術嚟講嘅話，而這個雖然講看唔實詩，好，但是亦可以對一個圖樣地方想出講，誒，硬強嘅時節，我哋對佢行過來。係啊，但是有佢啲譬如講，因為你睇來嘛，有六個冇共用語言嘅一啲。算是一個發言的讀本嘛，哈。當初呢，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最開始呢，做一個飛本的時間，我係想講本來要幫盧凱聰語嘛，係一個改正常的事情呢。本來盧凱聰嘅故事，唔過我哋改多年咧做飛本的時候，改激發嘛，搞成人嘅英文啦，最後嘛又幫日本化。哦，安尼吼，做啲本身人嚟吼，唔單唱好多一個故事，嘛做嚟用英文，用日本話嚟讀本身人嚟聽。我第一我咪曉講日本話英文，唔過我另外嘅想法講，我有嘅身份係做教本土語言嚟教客話，我咪想一本我哋客家字體用客話嚟認識原住民嘅世界，因為我哋都帶台灣嘅人啦，其實盧凱聰嘅話以外，也飛本有兩種主要嘅語言，比如提嘅畫圖當行啦，就排灣族同盧凱聰嘅話。因為盧凱聰使到排灣族嘅部落地圖，一種兩種語言本來就係沿神法地圖會用到嘅。提覆下講盧凱聰嘅話，吹到兩杯講排灣族嘅話，佢所飛本打開就係有兩種語言。唔過，我要改事情嚟講，我馬上一本可能而嘛好，漢語嘛好，做嚟用一個原自家本土語嘅上課嘅過程嚟述說我哋原住民嘅故事，因為大家都會共用大一個土地，其實都係台灣嘅人民啊，亦就係台灣嘅多樣性嘅語言之一。冇錯，但是講到更加好，창문那邊可以買一本書啊？一本書基本上，台東人做得買到啦，有台東嘅二手書店，一個芳芳書店，一個台東嘅一飛本嘅出版嘅單位，當台灣研究會，也兩個位所做得買到一本書。人家講台灣係一個報道，其實係因為台灣嘅多元文化都創業嘅多方，一啲貴重嘅寶藏。基本我感謝我哋嘅欣賞到，先生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化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點讚，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